今仔侍奉的人都临时被通知居隔吼，所以今仔日礼拜为头到尾我来负责吼。如果你有早手机，请你先静音，咱要备办心做来敬拜。兄弟姊妹，欢迎你来到上帝面前，咱用咱的心灵甲诚实，要动心来敬拜，请安静咱的心。来听上帝话，记载伫腓立比第2章第3节、第4节。凡事无得为着激动，也是为着空空的阳光来做。独大家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咱三个用圣诗590首。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来学乐咱的上帝，590首，请起立，旁边。Thank you.
咱同心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日福愿，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所以就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这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用交托的方式来读启示文第62篇，就是咱头先所读腓立比第2章。我读一句，请咱应一句。腓立比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着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唔通自私自利，嘛唔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咱做伙一声，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请甲我同心，咱做伙来祈祷。是至圣的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一切的骹头有要跪拜，为着阮来死伫十字架顶的主耶稣基督，阮的心、阮的嘴也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阮性命的主宰，是阮人生的主宰。你带阮行人生的道路，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疫情真紧张的时，今仔日有这兄弟姊妹对家己的厝来到上帝名所设立的圣殿，阮伫遮来起祭坛，用诚实心灵、实体礼拜来敬拜上帝。阮知影即时伫真侪人的厝，因也伫遐共款甲阮同心来敬拜你。主，阮为着过去2年 COVID-19 的疫情起起落落，若是上帝你保守，互台湾会通比世界各国承受的冲击较无遐尼大。若是即摆搁一届即波的疫情，虽然互阮规个社会真紧张，总是阮相信上帝你过去安尼恩待台湾。伫以后的日子，你有缘要安尼来保守阮，互阮会通伫即个时阵，搁较体会，阮需要上帝你的抓看，阮需要上帝你的保护，求你举起阮伫你的石盘顶，
求你成做阮的避难所。规个社会为着忽然间这确诊的病例，也真侪人也为着甲朋友、亲人亲密的接触，至到需要失落几工的自由，为着整个的社会，因必须要居家隔离。主愿你也甲这所有确诊的人，以及这需要隔离的人三甲伫咧，愿伫即个安静的时刻，搁较需要来仰望主你。主愿真正体会到，愿真软弱，愿真需要全能上帝你稳定的保守。主愿也特别为着已经进行2个月久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来祈祷。我伫电视观顶看见战争残忍的状态，侪青年人丧失性命，到底是为着什么款的目的？到底这统治者为着什么款的目标来发起这种的战争？或侪青年人伫战场丧失因的性命，或侪无辜的百姓伫遐来受到灾难。中间的路也阁真长，主愿恳求你怜悯人类自私、骄傲、自大的这种的罪恶。愿恳求你通过联合国以及各种势力伫迄个所在的斡旋，和乌俄战争早一天来结束，和这个地球的和平阁一届来降临。主愿为着和平来祈祷，毋是干那外在战争，也为着阮心内的平安来祈祷。阮心内有真侪挣扎，有真侪矛盾，有真侪战争。主愿确实需要你所想事，迄个出伫人意外的平安。特别阮看见遮尔侪苦难的时，阮更较需要上帝所想事，迄个平安伫阮的心内，互阮笃定，互阮知影上帝你犹原坐着为王，你犹原是历史的主宰，犹原要带领阮头前的道路。不管有甚物款的困难挑战，我要倚靠你，因为担担毋是干那阮咧担，阮有侪朋友做伙担当即个重担，更较重要，阮有上帝来替阮担当侪的重担，就是主要说你所呼吁邀请阮讲，既然如果背重担就跟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即时愿将一切重担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写伫主你的面前，你的同在甲祝福下面，求你悦纳阮的敬拜，也互阮的重担真正得到伫即个所在得到透放。阮同心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今日咱的圣歌队要带来这首祈祷的诗，叫做《为着和平的祈祷》，为着和平的祈祷。请圣乐队用这首诗带领咱，将这个祈祷献伫上帝面前，为着和平，咱同心来祈祷。
是，这是咱对心底的祈祷，求上帝赐咱和平，赐咱平安。多谢圣歌队，也多谢群医用车路来伴奏，谢谢圣歌队所有的人。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加勒太书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咱来领受上帝话。加勒太书第6章第1节，兄弟啊，若有人无张持，含落伫罪过，恁属伫神的人，就用温柔的心神归正伊，也着家己关防，惊了恁也拄着刺。恁逐人的重担，着三共担，用安尼来尽基督的法。无也家己掠做有的，是骗家己。逐人着省察家己的所行，就有通夸口的，在伫本身，无在伫别人。因为逐人要担伊家己的担。学习道理的，着将逐项好物，互教示伊的三角有分。无伫家己错误，上帝袂武万敌，因为人所野的是甚物，伊也要受迄号。为着家己的肉体野的，要对肉体来修成败坏；为着圣神野的，要对圣神来修成永活。恁行好，毋通失志，因为若无志站，到期会修成。所以要有机会，咱着行好伫正人，对遐个对神诚做一家的人，搁较着注意。这个是上帝的话。弟兄们，咱今仔日三甲用这个担来甲咱做伙三甲学习。今仔日5月初1吼，可能咱大家知今仔日也是年假吼，5·1劳动节。为什么有这个节日？我有好奇，就去遐查。发现事实上，人古早到历史的演进的中间，拢是弱肉强食啦吼。较强的民族，较强的人，真容易去剥削、去剥夺其他的人的这个权益，来互家己较富有，互家己较富足。所以人类几千年拢有奴隶制度。我是较强的民族，我有较强的气力。你爱做奴隶，我来奴役，理所当然。总是伫基督教真理的教示下面，然后宗教改革了后，发现人拢是上帝所创造，不管你的皮肤的颜色，不管你的国籍，不管你的这个各种的情形，拢是上帝有上帝形象的人，人袂当安尼来对待别人。总是奴隶制度事实上是足长的历史，到1860几年，咱知南北战争了后，美国才开始废除奴隶的制度。自私的罪性，咱真容易想要占别人的便宜，咱想要家己得到利益来剥削别人。所以虽然1865年这个奴隶制度已经取消，总是商业社会有新的无共款的剥削。所以，所有人权拢是浪费抗争得来。这个得到利益的人袂自由，互你袂家己良心发现讲，互你得到这个人权，拢是去争取来。所以，这个5·1劳动节是对一个抗争来。1886年这奴隶制度已经无啊，总是这资方、这大头家为着家己公司的利益。伫迄个所在剥削，不管是女工、童工，还是迄个工人，恁做工12点钟、16点钟，薪水真少。所以1886年，芝加哥一寡工人认为讲，安尼无公平。我咧争取8小时，工时8小时，所以伫遐抗争啦，发生一个叫做甘草市场的这个事件。有人伫遐牺牲，有人流血。后来，这个运动变做全世界运动。到1890年，
就开始讲咱来记得劳工的权益。所以咱用5月初1知影讲提醒，不管是资方劳方，你有你做人基本的权益咱若无达到咱来抗争，咱来去争取等等。所以目前这个劳动节，讲国际劳动节，实际上是80几个国家。反正美国毋是伫5月初咧庆祝劳动节，因伫9月第1礼拜1，礼拜第迄个时阵才庆祝劳动节。我迄天拄看到一个台湾的电视咧讲台湾移工的问题吼，因为台湾经济也足发展，所以有足侪遮个国外为着要讨更好的生活，咱就有真侪遮外劳，有遮劳工。遐初当大家无爱做工课，咱拢互外劳去做。渔工也是一样。迄天我看迄个电视是咧讲一个印尼的19岁囡仔伫船顶去互迄个船长甲伊拍甲死去吼，等等遮个代志。咱通看见，事实上虽然法律制度各方面已经真迄落，总是人甲人相间的即种的关系也是真紧张，大家拢为着家己的利益伫遐咧争取，所以。劳动，咱甲劳动节甲劳工，至少伫我家己印象中，拢感觉即个敢若较属伫蓝领阶级的制度，就是靠家己的体力伫遐来做工的人。所以圣经互咱的观念并毋是安尼，圣经互咱的观念就是一切劳动拢是神圣。所以咱知影中国改革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真基本的观念就是，所有职业拢是平等的。你做神父，你做神职人员，你无比人较高等。你咧扫涂骹，你咧清粪扫的，大家都一样。大家靠家己的努力、家己的劳力来生活，来贡献伫这个社会，所以一切都平等，不管你食什么头路。圣经互咱观念就是，劳动是神圣，一当劳动是上帝祝福。所以，咱对创世纪的第1章，你就知影讲，上帝是做工的上帝。你若看创世纪第1章，伊伫遐创造天、创造地，然后上帝嘛伊真满足伊手所做的工。有日时有暗时，伊看伊所做的是好，伊就休困。第2天继续做工，第3天继续做工，到第2章第1节，上帝是做工的上帝，伊。尽伊所有通做来创造这个美丽的宇宙、美丽的世界，上帝完成伊所做的工，伊家己也非常的满意。就伫第7天煞伊一切所做的工。上帝是一个劳动，是一个做工的上帝。耶稣也是同款，咱知耶稣伫伊的生平内底，伊先做老爸，这个约瑟的囝，做一个木匠，靠家己的努力，靠家己的技能，伫家庭尽责任。伊嘛甲伊的学生讲，我会爸行代志，上帝毋是甲创造了，伊今仔日也搁咧立你即个世界。我会爸行代志到呾，我也咧行代志。今日主耶稣基督也伫咱中间咧运行，也要成就伊对人的心意。相反，咱拢爱做这我会爸，咱的主若做工，咱今仔日有缘爱认真来做工。保罗就真强调这个劳动神圣。咱知伫保罗的时代也阁有努力，可能教会内底有一寡是贵族阶级的，生活真快活，伊免做工拢是遮努力咧替伊做。所以保罗伫写互遮侪经教会的批，伊拢真强调劳苦，亲手做工。哥林多前书伊甲哥林多教会讲，恁爱劳苦，爱亲手做工，来养活自己。宁可着磨亲手做好的工，你认真做工，上帝祝福你，才有得到真侪这物质，你才会通分互遐欠缺的人有所。伊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恁家己的代志，家己爱负责啦，亲手做恁的工。你若无做工，毋通食饭。我伫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命令吩咐恁。亲手做工来养活自己，所以劳动是神圣的。伫圣经内底就报咱这个信息。所以做工相对就是咱有一寡责任，有一寡担。咱伫人生中确实有各种无同款的重担。法老利用以色列这努力来建设埃及的文明。所以，这努力
是伫法老设立督工的来管辖因，用重担来苦楚因出来及其伫个所在。今仔共款工作上，咱有足侪，咱今日食人的头路，可能你有经理啊，你有头家啊，因伫职场的观点会要求你做这做迄足侪代志，这拢是咱的担。工作上劳力，你爱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是咱必须要承担的担。毋若干那工作上有这个重担，我想做头家嘛无较轻松，责任会重。逐个人伫无共款的阶层、无共款的职务，伊有责任需要去负担。所以你讲哇，食人头路真艰苦，做头家我想嘛无真快活。哦，即马你讲台币一直贬值，美金升值，才咧做出口的啊，什么？哇，这生意真歹做啊！我的公司爱维持，所以伊爱管理这个公司，做这个头路。亲像上帝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伫旷野，然后要带因去到应允的地时，伊将责任交予摩西。摩西担当袂起，伊甲上帝讲：管理这百姓的担实在是伤重，我家己负担袂起。所以迄个时阵，才有设立70个长老来帮助摩西分担伊责任的担。咱有责任，不管你今仔日是几岁，检查公司爱你完成一寡任务，有时你的家庭啊，大家拢有房贷，有囡仔的学费，有各种的代志。教会忙讲啊，大家来做义工，咱圣歌队我足甘心的。因伫责任上啊，虽然大家伫这个疫情的中间行行，总是咱拜五来练歌，因伫要这个所在，因为责任心，我有这个责任感，我要来承担社会共款，咱拢爱去担这个有责任的担。毋然呢，还佫有罪的担。有时咱暗时要困。咧祈祷的时阵，你会感觉家己后悔。今仔日我实在是无应该对某人安尼，我应该安那。啊，是咱做一项代志，咱也知影讲啊，我可能做毋对。所以诗篇甲咱讲，我的罪恶盘过我的头壳，我的罪要甲我掩饰啊，太多了，我家己对家己太无愿意，亲像重担，互我担袂起。是，咱家己嘛有迄种良心的自控，嘛有迄种罪的担。随上咱啊，一世人安尼要来回顾，做错的太多了，啊，迄个罪担，互咱有时担袂起。也佫有一寡担是咱家己去想象出来，跨路的担，为各种的事跨路，做甲阿公阿祖啊，有时咱嘛抑佫咧烦恼咱的子孙将来啊，毋知要安怎生活。箴言讲，牛王的囝互老母游文，我想毋是干那游老母尔啦吼。每一个人拢都还未发生，后摆毋娶有某无，毋知找有头路无，毋知生囝未。所以咱定去迄无实际的物件，咱嘛摕起来放伫心内来甲担当。所以这人生这担，有形的无形的，代价互咱感觉非常的艰苦。今仔我的题目。担，这个是一个低音啦吼，咱知影台语真水啊，伊较特别就是咧白白啦吼，乌吼，这种低音呢啊担，要用华语来讲就很难讲啊，担，哦，这个有一点老舌了吼，担，咱的人啊，第一个担是动词嘛，担，扛起来吼，担起来，担是名词。可能是工作，是责任，是其他真重的物件，我要甲扛起来，担，吼，这台语的配音的真特别的一个名词，担。啊，担，我们具体去想象的，就是真正迄个有人去咧担迄个真重的担。他说咱有看迄张咧，农夫咧担迄个担，迄种的担。迄天我无意中去看到讲。我毋捌去安徽黄山啦吼，听伊讲足悬啊，讲风景足水吼，这我毋知有人捌去过无吼？啊，可能是
爱爬真悬，我毋捌去过，所以我毋知即马是毋是有迄客摩卡迄种缆车，甲你运起来是安那。总是因为山顶什物物资都无，所以为着满足真侪游客、真侪物资吼，讲拢爱请一种挑夫啦，黄山的挑夫啊，一步一步将山顶的水啦、逐项物件啦、米啦，这物件啦扛起。啊，这是2017年讲，当时即个挑夫为山骹甲扛起到悬顶，4点钟一抓啦吼。啊，一抓我想这是人民币啦吼，差不多可能1000块一抓安尼吼，1000块行4点钟。我看看哇，这就是安尼，我迄阶梯遐尼多啊，要扛迄物件啊，行迄阶梯啊，4点钟啊，趁迄个钱，实在是真歹趁吼，啊，这人真。流汗劳苦，为着生活。我嘛记得我以前细汉的时阵，看人隔壁咧起厝，啊起2楼3楼，啊砖啊拢爱安尼扛起哩吼，爱拢鹰架同叠啊搭起来，我扛迄啊水泥啦，啊即砖啊安尼，我看扛迄实在是啊危险啊艰苦，确实重担，即重担互咱感觉人生中你离不开，所以。担毋是干那蓝领阶级，事实上咱拢有担。你讲囡仔嘛有重担，伊嘛有感觉讲足侪啊，父母对我的要求啦，我学音乐啦，学电脑啦，学这学迄嘛，伊嘛有足侪这个重担。逐个年龄啊，拢有无共款的重担要去承担。所以实际上，你若咧负责家庭的经济人，柴米油盐一透早起来，你都要面对这个房贷啦，30年你才会通付清。迄天我看一个日本的阿婆吼，写一个3句诗啦吼，伊讲终于付完了房贷啊，我住进了安老院啦吼。好不容易家己还欠一间厝啊，就好啊，要家己总是来去住到安老院。这人生中的这个真大的问题。情绪上咱怎讲？不管是烦恼、惊吓，特别伫咱这个时阵，关系用袂好势，有这重担伫咧啊，一个讲啊，一定爱你来做这个代志，责任。所以咱伫心灵上、灵魂体拢爱承担这个重担。所以莫怪咱咧看讲，所罗门这个生在帝王之家。大卫的囝所罗门，伊做王的时阵，以色列是上繁荣、上富强的。伊对家己的人生嘛，讲我观察起来、看起来，上帝互人负担沉重的担子，肉体上的、心灵上的啊，各方面的担子。啊，伫每个无共款的时阵，有无共款的烦恼，也使咱无共款的能力去完成这个代志。所以真重要的，你咧承担这个重担、艰苦的时阵。你会想讲，敢无一个更较好的世界？无这个重担，无这个痛苦，无这个年老，无这个目屎。伊讲，伊将永远的意识，伫咱咧吃苦咧担重担的中间，来放伫咱的心底。咱会望讲，有一天我会去领受到，毋免阁担当，毋免阁痛苦这种的生命。啊，虽然咱真侪代志毋知上帝作为，总是迄永远的意识，特别伫咱担伫要跋倒。用要扛袂起的时阵，咱更较体会，我需要迄个永远的画面。所以连所罗门王这帝王之家，遐尼荣华富贵的人都感觉人生是真侪担袂起的担，何况咱一般的人？你讲，即马医学科学较发达，你敢有感觉你的担较轻？虽然说我感觉厝边隔壁的人拢都爱去。到我边去洗衫啦，吼，去洗衫啊！大家哪开工哪洗衫。即马有洗衫机咧，等下你也免去遐插，伊就洗好啊。以前要煮一顿饭都爱下火，我熏到规个面安尼。即马甲时阵落去，这家真轻松。总是你敢有感觉做一个家庭主妇，你会担较轻？对战争、对病毒、对各种啊，遐咧烧钱，咱才物价波动。啊，石油咧禁令，咱才加油啊动。这个地球村经济的联动，特别我体会，即马在青壮年，咱讲叫做三明治的时代，管店有年老，
父母爱去奉养，下面有家己的囝儿爱去伫遐照顾。所以上，这三明治世代的青壮年打真重，真烦恼。迄天一个教会兄弟甲我讲，因妈妈即个去住院，除了健保给付以后，伊付77万。这要安怎生活？所以这个医疗费用各方面，互咱感觉负担极为沉重。所以小可通体会，即马有时这少年人，伊讲若安尼，我都莫结婚嘛，莫结婚，我家养活自己，我活得很快乐啊！我莫有囝啊！我家己养活自己。这个不分不止吼，反映真侪人对这个世间这个重大迄种的焦虑。高龄化的社会，事实上延长咱的寿命，总是有延长咱性命的品质，也无。我咧探访的中间，侪长辈甲我讲，事实上我实在是无惊，咱特别咱有永远的活命的人，我唔惊死，总是若上帝要调我，互我真紧都一个都去唔通，互我伫迄个所在承受即种的痛苦。我想这是咱逐个人的祈祷啦。医学科技的进步无减轻咱的重担，所以这担你要安来担？今仔日咱咧读加入太书6章，毋知你读啥咧听的时阵有注意，伊讲到2个担，一个担是爱互相承担，一个担是你家己爱负担的。第6章第2节，伊讲恁逐人的重担着3共担，大家互相负担互相分摊，用安尼来尽基督的法。耶稣基督无啥物律法，伊敢若爱听人亲像家己。所以别人有重担，你毋是干那顾家己顾好就好，我会通减轻你部分的负担。迄个是耶稣基督教示咱的律法。还佫一个担是第6章第5节，伊讲逐人爱担伊家己的担。所以一个担是家己爱担起来，一个担是我的担可能别人会通替我担一下，我嘛会通去担当别人的担。咱来看无共款的翻译圣经6章第2节讲彼此分担重担carry each other's burden， 迄个重担，大家互相伫遐来分担。还佫一个担是爱家己去承担的担负自己的担子重担彼此分担。还佫有一寡担是你爱家己承担的。那安尼咱先来讲，什么担是你家己爱承担的？我用灵魂体3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咱的体需要，咱爱家己来担。像头先讲的，你若无要做工，你就莫食饭。若是身体状态可以，咱知有一寡人出事，伊的身体状态需要别人的帮衬，伊无法度需要其他的人来帮衬伊来活落去。你若身体状态、身心的状态可以的时候，你一定爱负担起养活自己迄种的责任，你要有谋生能力。我有时咧甲阮囝讲，人生你爱快乐就好，毋免有偌大的成就，总是上基本，你爱有家己养活自己的能力啦。莫诚做社会还是其他人的重担。所以即马咱讲新的一代有一寡人就是啃老族啦，还是靠爸，即马较流行拢躺平，我倒咧互你拖啦，看你要安怎。看要安怎来做，这就是拢无负担起家己生命、肉体的需要、生存下去的必要，你爱家己去负担。圣经甲咱讲10条诫讲6日内底，你爱着磨做一切工你爱努力做工，上帝互你好脚好手，互你有这个活命，你都爱好好去做这个代志。以赛亚书讲，我的百姓亲手着磨所得到，你才会通去享受。真正有付出，你咧享受的时候，你感觉心安理得，你感觉非常会欢喜，你会通享受遐。像头先所咧讲的，保罗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可能当时教会内底有一寡来教会白吃白喝啦，利用别人的疼心，所以话讲得很白。那有人无要做工，伊唔通食，嘛莫互伊食。即号的人，阮伫主耶稣基督命令。佮劝因点钟做工，家己趁食。至少你无法度通去供应别人，你家己本身的需要，
你爱负担起来。这是我的担会担，肉体的需要。第二个，你需要担是责任，是自信上、理性上、魂观点的这个责任。上帝，咱伫人生有真多选择的机会，咱的有限，互咱唔知我这个选择到底发展将来是好是歹。总是做一个上帝囝儿，做一个基督徒，伫咱有限的资讯内底，你所做的判断，你就勇于承担。如果后来证明迄个是错误的，咱来承担迄个我做错误决定的这个责任啊，不要诿过了吼啊，推责。我相信即马台湾的防疫中心足歹做决策，实在是变数太多了。所以咱看见这政论节目、这名嘴吼，咱点出一支嘴尔啦，就伫迄个所在，我前后指点都安那，伫迄个所在来做这。总是咱定定听政治人物讲，我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哦，这个就是一个我真正我的有限，互我唔知这个决策落去造成的影响。咱个人嘛是安尼，咱要对咱的囝儿啊，伊要行伊的路，到底父母介入多少？我有时我是甲讲，甲囝儿讲，你的人生你家决定，总是你的决定，你爱负迄个责任起来。你爱知影这个决定后来有一寡后果会产生。所以约伯讲，为着家己经迄个合意的，也着三甲知什么是好。是咱当然人毋茫讲，我的决定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总是咱会有限，互咱无法度通100%肯定。所以咱要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做正确好的决定。诗篇25篇12节13节讲，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行的路。所以当咱人生中要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咱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上帝面前讲，主啊，我实在是唔知爱安怎决定，我有限，我无法度通把握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所以求你指示我所着行的路。以这个英文讲，耶和华甲敬畏伊的人亲密，上帝要指示伊的，用伊的约来指示因，这也是咱的祈祷。所以咱爱家己承担，就是我做的决定，我自己承担那一个后果。第三个是灵的决定，需要你家己来抉择。这个也是上帝一直在强调，你要到底你将来要去什么所在？你对你的灵要安怎来安排？这是关系到永恒。他像你讲的肉体的需要，还是讲做决定，迄拢是伫人生的中间真重要。总是到伫永恒的中间，你爱承担，毋是你的父母，我是第5代基督徒，伊替我决定我甲上帝关系，毋是安尼。逐个人爱家己决定你甲上帝关系，啊，这个要影响到你的永远。所以当摩西带伊些百姓去到迄约旦河边，伊甲这百姓讲：我已经带你40年啊，总是我无法度通甲恁入去永远的地。我今仔日只啊心中甲恁讲，以天地为证啦吼。摩西讲到非常我今仔日叫天叫地来对恁做干净，我有甲你讲哦，啊，恁家己做决定，我用生死祝福咒诅摆在你的面前。我期待恁会通经活命，恁爱来经，我要敬畏听耶和华上帝，我要听伊的话来指示，来甲伊相结的。因为我知影这个是享受活命的上帝，要享受我永远的活命，也要带我进入伫永远的所在。你的日子也久长在伫伊。摩西伫迄个所在呼吁，大家已经要进入永远的地时，恁搁一摆做决定，恁到底是要来敬畏上帝，来选择永远的道路，还是要甲上帝无关系来行沉沦的道路？约书亚伊最后要年老的时阵，伊嘛甲伊的这百姓讲：今日恁做决定啦吼，轮到我甲我的家，阮是要服侍耶和华。所以
所以咱大家咧读迄约翰3章16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咱大家拢真清楚。最较重要，实际上是后壁这两句：17节到18节。上帝找囝入世间，伊第一遍来到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要拯救世间，是要互世间人、互罪人，因为伊来得到救。所以今仔日话讲啊真清楚，约翰甲咱讲啊真清楚，信你的人。将来你无定论，你甲上帝有永远活的关系，无受审判。唔信的人，你要承担迄个罪的后果，因为伊唔信上帝独生的囝。所以，这个是你家己爱做决定的，是咱家己爱负责任的。你爱担的担，上帝伫一个人生的中间，互你一刻啊，我到底我的灵魂体，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然后我去承担那一个后果。这个是家己爱负担的责任。第二个是甲人分担的担。头先咧讲的灵魂体拢是我甲我家己，我负担我家己的责任来养活我自己，我甲上帝关系啊，这个是我家己爱负责的。抑搁一个就是甲人分担的担，就是我甲其他的人的关系，就是咱今日所读的圣经，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老实讲。人生无公平啊！你生在帝王之家，甲生在一个真穷困的家庭，伫迄个所在就是咧，互咱去发挥基督的疼，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担当别人的痛苦，来分担一点点伊的痛苦。敬畏上帝，疼人，亲像家己，用安尼去体会。也许我开力真少，总是我检测会通去帮助伊一点啊。所以我真爱一个这届准备的时阵，才发现讲，这句话伫咱的平常的生活，敢若真少讲担待。啊，真趣味就是这句话伫台语的圣经甲华语的圣经翻译拢共款。伊讲，咱遮的话人应该担待陪的人的软弱。因为你的条件比别人较好，啊，你的资源较多，你的能力较悬，所以你都要去担待遐较软弱的人来帮助伊，唔通干那自私求家己的欢喜，你要互厝边欢喜帮助遮的人。华语嘛共款的，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所以一个自由进步的社会，袂甲遐弱势团体甲伊忽视，会尽力。用社会开力，用各种的能力，互遐较软弱的、软者会通得到适当的照顾。啊，这个就是咧成就做的家事。担待就是代担啊，吼，我替你担当。啊，要安怎担当别人？小革命来讲，就是你莫增加别人的担当。我头先咧讲，当然指挥中心有足多可能会通互咱去批评的啦，吼。总是因已经实在是尽心尽力啦，啊，总是实在是同情这爱做决策的人，啊，伊实在是真尽心啊，互批评甲安尼一文不值吼。这个甲耶稣咧批评法利赛人共款，你真正互你来做，你敢无法度？啊，家己做无法度，干那出一支嘴，甲迄个恶担的重担去困起来，去放伫别人的身上，这大家拢会晓。啊，家己砖头一支都无叮当，这个就法利赛人就是安尼。律法遐尼多，家己都无法度通承担，一直咧指责别人，啊，你都无守这个律法，无守这个律法。耶稣真讨厌这种假冒伪善的人，所以人讲日本人一个真好的民族性，就是尽量莫去麻烦别人。我家己的代志，我尽量不要幸灾乐祸，不要落井下石。伊即马开始，大家咧抢快筛的时阵，我毋知这厂商什么款，有的人就囤货，有的人就等咧物价起来，啊，伫迄个人的灾难观顶来谋取迄个利益，啊，增加大家人的负担。消极面，咱莫增加别人的负担。积极面，我看至少有3项咱来做，就是讲同理心啦。有的人真正伊有重担，总是伊无爱互人知影。所以，如果你若较敏感的心去观察、去听、去陪伴、去感受伊的感受，可能伊的担都已经减一半。有人了解我，
有人关心我，所以要共一样的心，感同身受。对罗马书来讲，就是甲欢喜的人，我甲你足欢喜的。你的成就，我真正毋是怨妒，是足欢喜你有这种的成就。甲天靠的人，我相甲天靠，共一样的心去体贴遐个需要你去体贴的人。第二样就是为着伊祈祷。有时真正咱也无法度做啥物啦，总是至少为祈祷，这个是咱做会到的。所以雅各书5章13到16节吼，伊有讲到真侪项。咱中间也有人咧受苦，只是有人咧做化疗，有的人经济上有困难，有的人破病，有的人即马真惊去病院等等，有的人跋倒。伊讲恁着三对认罪来替祈祷。你无需要互伊知影无要紧，我知影讲某人今日教会拄着敢若面油角角，我毋知影啥物代志，主啊求你帮助扶持伊，义人的祈祷伊的气力有大功效，所以。替人祈祷，这个是上帝给咱的管理，也你做会到的。最后就是咱一当，我们就生出实际的行动，因为伊是我的兄弟。所以当耶稣咧讲撒玛利亚人互强盗拍到半小时，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故事。到最后，伊问这听众，甲因讲啊，迄个祭司有遐经过，讲我替你祈祷。迄个经下教师讲啊，你都戆，你都毋即条路拢全强盗，啊，你都戆啊，你才会今去互拍甲安尼。敢若迄个撒玛利亚人，甲伊是四地的，苦来甲伊扶甲伊啊。伊讲即三个，倒一个是迄个厝边，大家拢嘛知影讲是迄个真正伸出援手迄个撒玛利亚人。耶稣甲讲一句话，讲你去安尼行。毋是知影去安尼行，照这样去行。死的朋友将迄个朋友，伊真爱耶稣帮助，总是都生来就残障，无法度。所以死的人同心协力，讲来解决你的问题，想办法，该讲到耶稣的面前，拆厝顶，该吹落去。耶稣为着这死的人对朋友的疼，甲因的信心，大大的感动。我咧读这个时候，忽然间有一个感受吼，等于你甲这个加入台6章，搁读一届。俄罗斯当然我的信息毋知对毋对啦吼，那在台湾的这电视的新闻是讲俄罗斯吼，本来想讲几工就要甲吃下来，啊，即马啃不下来，进退两难。俄罗斯认为讲我家己真厉害，肌肉很强。所以感觉为着伊要恢复以前迄个俄帝的这种的公营来发动战争，即马有一点骑虎难下，啊，唔知变哪来进行。反正迄个甲国力差真侪乌克兰，伫周围这欧洲的国家，北约也是这欧盟，俄罗斯若敢拍乌克兰，啊，下一个敢会去拍波兰？干嘛去拍其他在欧洲的国家？所以伫迄个所在源源不绝伫遐来供应遐武器物资，因为你的重大就是我的重大，啊，我嘛知影讲这将来我可能会拄到的问题，所以伫迄个加入台6章20讲，有机会咱就行好伫正啦。所以在欧洲的国家伫迄个中间促成大团结。以前北欧迄个北约吼，总是为着捍卫迄个自由民主的价值，因团结起来。保罗甲加勒太教会讲，咱伫信成做一家，彼此分担迄个重担，实在是咱所需要。民主自由国家即个，特别是欧洲啊，为着乌俄战争，大来互相担当迄个重担。人生有真侪重担，总是上帝有真侪应允。你会感觉讲哇报迄个名嘴咧讲俄罗斯是拍一门飞弹，啊，就减一个，总是这个乌克兰是飞弹后壁一直上来，因为伊有很强的后盾。兄弟姐妹，咱有真侪重担，你的重担甲我的重担无同，总是咱有真强的靠山，有咱的上帝。所以其实你等于去查。这种上帝应允足多，讲将你的担卸予耶和华。上帝邀请讲，我知影你咧担重担，总是你来卸予我。
我要扶持你，我无用我的义人来摇出。主是应该学落的，伊日日背咱的担，诗篇68篇，逐工啊，伊逐工，咱逐工的担，伊拢了解，伊也愿意来担当来陪伴咱。主耶稣即句话上出名，啊，咱得到上大的安慰。恁囝若着无担当的就问我，毋茫你有啥物担当，我毋知影。咱来挖靠伊一个咱的后盾，伊才会应允要成就伫你的生命中。咱就用即个金句，主耶稣会邀请，伊邀请咱来试试看，你的担当，伊是毋是会通来斗咱担，啊，互咱伊的内底得到安息。咱做来谈两解好无？恁既若着我担当的，着就讲我要互恁安息。马太11章28节，搁一解。恁既若着我担当的，着就讲我要互恁安息。马太11章28节，咱就用圣诗521首。你若欠过真失望，我要尽力来帮咱，来做咱的回应。圣诗521首，请方便的人，请咱起立，用这首歌来回应咱今日所听的信息。你若欠过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咱。救主看了就欢喜，前面只是盼到你。难过的三条，难过的三条，难过的三条，就像是那宝藏。我拄着心欢乐，你着替我来抵挡。救主看了就欢喜，前面只是盼到你。难过的三条，难过的三条，难过的三条，就像是来帮咱。你若地到心背了，我要还起你的情。救主看了就欢喜，前面只是盼到你。难过的三条，难过的三条，难过的三条，就像是来帮咱。三条你我就美丽，就为眼光归体美。救主看了就欢喜，前面只是盼到你。难过的三条，难过的三条，难过的三条，就像是来帮咱。这毋茫是诚做咱的决心，咱决意来互相担当。这是请咱备办心用奉献来继续咱今日敬拜。
方便人，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歌。请坐。伫报告以前，我先来介绍翠怡，今日恁先生有来吼。翠怡，来欢迎。以前咱教会干事因即马拢伫加拿大、多伦多吼，顶礼拜无介绍到，欢迎你来。其他有我需要介绍的人啊无？好，若无咱几项代志，请咱来看即个报告的事项吼。欢迎咱大家来礼拜因为疫情关系，我相信真侪人伫厝吼咧看直播，甲大家请安。第二项就是防疫啦吼，因为咱知儿童即马拢较无注疫苗，主力都为着较安全起见，所以即礼拜、后礼拜、即两礼拜，因拢先暂时无要实体主力都亲自礼拜，用线上举行吼。线上举行，迄个连结伫看下周报内底有吼。到时会通请因来参加。过落去就是即摆过落去真侪就是咱周围真侪人确诊啦吼。咱毋免惊吓，总是如果若有来礼拜，你来咱小可知会一下办公室吼。即摆咱无要用实名制，总是来下载迄个台湾社交距离。我真早以前就下载，所以逐工伊拢会小可甲你讲你有甲确诊的人接触过无吼？我是拢毋捌啦吼，可能我较无吹，我无顺着去买菜，可能就有甲接触。伊讲你有接触4分钟，好佳哉无安啦。咱用社交距离不错吼，所以咱就要看一下吼。咱尽量遵守防疫规定，总是也无必要伤过头惊一下吼。如果身体状态可以，请尽量去做疫苗吼，对咱保护看统计起来是加真。有做疫苗，加真无重症吼，迄个中症的问题。第三就是咱开始来报税吼，今仔日所以如果你旧年的风险证明，如果你楼骹迄个遐有你的信箱，你会通伫遐摕你的风险证明。如果若无，请你甲干事讲，伊会摕互你。如果今仔日伫线上，你最近较无法度通来教会，请你敲一个电话甲干事讲，咱会挂号的批寄这风险证明，互你去报税吼。过落去是后礼拜是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干那要一场礼拜吼。所以如果你习惯参加华语礼拜，请你后礼拜第2场10点半。咱也照甲台电吼，咱有甲申请，有节日的时候，咱会通甲停。所以后礼拜如果你若开车，请你会通去停在迄个南昌路1段24巷台电的停车场。我已经写甲因通知吼。总是咱过活一个顺，有一个兄弟可能毋知去办什么代志，到2、3点还未去驶吼。因这保全的人就伫遐 complain 啦吼。所以最后后礼拜你若做礼拜刷去外口食一个饭，莫超过2点啦吼。因来会迄落吼，所以这开车后礼拜你会通开车去停到迄个台电停车场，是咧。最后一个是咱后礼拜想讲，当然即摆疫情安尼，毋过咱要用70周年的即个特刊，一寡人讲我足久毋捌翕相。咱今年过年的时阵，曾经试过，如果你若来咱直接甲你翕，用迄个手机翕，马上 print 迄个相片 print 就互你吼。所以咱想讲后礼拜不管安怎，你若会当来做礼拜，请你较定伫楼骹柜台小登记一下，咱来排一下次序，替大家来拍一个全家福照吼。如果若有来吼，需要大家登记。如果
咧线上看的人，今日袂当订，请你拜日以后敲电话入来办公室。所以，阮大概知影讲，差不多有几组的人爱翕相，阮才爱准备偌济迄个特殊的迄个相片的迄个 print 吼。所以这是甲大家服务你要用这张可能70周年的特刊也好，卖也好，就是至少纪念2022年的母亲节单独也好，全家也好咱来遮过母亲节这是第5项团结就是咱继续看团结消息，就是头先咧讲，那你有孙请伊来参加，你甲这个周报早倒转去礼拜日10点会通上这个网站去参加儿童主日了。头先我看已经咧上课第2项就是妇女团结本来因5月初7要办这个庆祝母亲节听讲本来400几个报名总是因为疫情太严重，所以即马临时讲无咱暂缓说拜六报名的请唔通去后摆会阁通知这是第2项。第3项是少年团结，少年团结拢是长辈也为安全起见，第3礼拜咱拢有例会5月15，所以咱决定讲，即马这个疫情安尼还是小心，所以5月份的例会少年团结我要暂停请大家注意今仔真感谢有人摕2、3箱迄个成人纸尿裤啦用袂着所以摕来奉献伫办公室拢总有几箱。如果咱厝里有人有需要，请去甲干事通摕这个也阁有一个轮椅阁有一个迄个翻身，你若倒久需要翻身，有一个物件听我帮衬翻身的物件欢迎来甲办公室来借用这个是团结消息最后大岛我想咱为着劳工的权益为着疫情的升温这医生第一线的人为着承担家庭重担，3明治4代这青壮年为着因来祈祷。咱来吟圣诗520首来做咱的祈祷，至圣的天父求你落听，方便的人请咱起立来祈祷。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从，圣神的能力安慰、相通、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个对这时高因世代无尽，阿免。